世界各地的莲友、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是不是写这一章啊？各位，你们一定要仔细听，多闻思修，找明理。我们要多多听佛法，去了解，去明白，好好去思考。听了以后，一定要思考，思考这个到底对不对，是正确的吗？那么我们听完了之后，自己能够有一个智慧的判断。如果说是正确的，是佛陀告诉我们的，不是编造的，不是。佛绝对不会欺骗众生。那么我思考好了以后，我就好好按照这样子修，闻思修。我提早能够明白做人的道理啦，世间的真相啦，我都要清楚。如果明理的话，我们对世间不去贪求，不会执着。贪嗔慢疑莫要起啊！你也不要贪心，不要嗔恨心，不要骄慢心，不要怀疑心，这种念头千万不要起来。一起来，妄想心、散乱心就会跟着浮现，你的心就不单纯。不亲近，那戒定慧就远离了。所以多闻思修，找明理，贪嗔慢疑莫要起。六日洪名念到底呀！原来是阿弥陀要救度我。我们把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绝对坚持，我不改变，不退转。我有信心记住，一心的念佛。我们在念佛的当下，名号就是无量的光明，一直在普照着我们念佛的众生。而且佛也发愿，一定要救度念佛的众生。你看这个是很大的保障，在世的时候有任何灾难不幸的案件，我们只要念佛就能逢凶化吉。如果到临命中，佛已经给你保证了，你只要平常有念佛，我就救度你。这个公案呢太多了，以后有机会呢，我们可以一一的详细说明。我们只要把六字洪名念到底，从现在一直到你往生，我都不改变，精进用功的好好念佛。成佛路上必有你，在成佛的道路上一定有你的份呐！绝对有资格的，你有条件的，你到了西方一定去成佛的，这个是佛的愿，佛的慈悲。一般人呢会怀疑啊，师父啊，像我这种样子造罪啊、造业啊、烦恼是无量无边的多，我是一个罪恶的凡夫众生，我这样念佛到了西方，我可以成佛吗？不要怀疑，佛给你保证，只要你能好好的念佛，任何人到了西方，你一定成佛的，绝对成佛的。这一点是佛很肯定的告诉我们大家，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一章提供给各位大家做参考，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学习，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